笑啥啦？你看，咱个叫爸家处理落去，伊就好啊。哦，伊一开嘴就讲，你看，伊家两个查某囝有无？嘛是啦，伊能接受就好。对啊，就甲哥共款啊，哥嘛做欢喜的对吧？哥对吧？对吧？佢咧甲叫啊，哥，啊，咱爸去打啦。爸因为伊骹受伤无方便，啊，咱大姐所在迄个便所有无？嘿迄个石头路，所以嘛陪伊去便所啦。伊等下就倒来啊啦。哦，好，安尼对等伊转来。咱即摆是偷偷伫录开场啦。嘿，伊等下倒来听着，毋知有啥物感觉。我嘛毋知啊。但是我咧讲拄则哦，嘿，拄则妈甲爸就是因为咱要翕相嘛，对啊。鋪文毋是拢有一张相片，嘿，妈伫你甲爸热头毛的时阵，哦，哇，迄个对对对，场景迄个画面，哇，听边有偷偷翕起来，灯干蜜甜啊，但是我毋知影爸会使互阮鋪出来无？你甲问者啦。到时你看阮的鋪文哦，阮若是有鋪出来，就表示爸讲 OK。好，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拍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抑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是啦，再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爸来啊，爸来啊！爸，大家好，这阮阿爸。大家好，我是你的阿爸我是阿邦，我是阿邦阿爸。会当。因兜出道啊，国民阿爸，国民哥，国民妹啊。啊，咱两个是啥？妹啊，妹，你也确定呢？阿爸敢有讲会使？敢若毋是哦。阿爸莫讲出来。好我18岁、19岁，你会记这件代志？哦，我20呢。你哪生过？我讲我20年厝的啦。哦。好 ，OK。顶一集毋是讲你无爱讲出你几岁？啊对吼。对。啊，迄嘛是假的啊。哦，20年厝是假的。好，咱顶礼拜讲到即个乡村民谣甲台湾念歌的结合，后来佫结合布袋戏甲现代舞台剧。啊嘛讲到讲，当找你来定做即个念歌的歌词。安尼我想要问讲，你看，咱自文学开始，结果佮音乐，佮甲舞台剧，尾啊来写即个台语剧本，想要请问爸，你拢是安怎去找即个灵感的？其实有当时啊写这个物件是有计划咧写的。有计划。嘿，像讲我咧写歌册，对。像我学念歌嘛吼。嘿。啊，学念歌的时阵，我会读足些歌册，听足些歌星的录音带作品。对。到尾啊有发现一样代志，就是台湾历史的物件，现在拢无人咧唱。哦。台湾历史的故事啊，吼，嘿譬如讲像迄朱一贵的故事啊，对。地条村的故事啊，嘿这伫台湾的历史来讲，拢是足大条的代志嘛。对。是啊，所以我就想好，啊无我就写好啊。哦。啊，我伫头先我就想我要写啥，对。我就去找资料，我就想，这疫情风这种大8年事件，无人写过，我就写。啊，所以我第一步我就写这。嘿。啊，写了后吼，佫有一个希望，就是想要写228事件。228事件。嘿。啊，写即个228事件进前，我先甲我迄个写歌册，甲我训练有更加厉害。是，安尼佫无够厉害。感觉有点仔欠点，就是我甲我的作品提去互我的师兄献山听了，伊讲你即个所在到位安那。啊。所以我有寡指点。指点。哦，我就知影伊咧讲的，我什么所在欠点，我家己知影。啊，咧改进嘛，吼。所以咧，我就摕一部叫做台语日本时代迄个台语章回小说，叫做《小红信》，对吧？吼。啊，小红信。我就甲迄小红信的故事咧，来改写做歌册。改写做歌册，嘿。到尾迄个台南市文化局伊有出版啦，迄本叫做《台湾风云本》。哦。毋过迄本我无录音。无唱，是哦，什么？啊，无彩。因为迄阵啊，因有甲我问讲，若录音我唱，爱去开偌济钱。对。啊，我就去找迄种迄录音室啊，啥物报价的怎讲，因无经费，无经费就怎下呢安尼。啊，真无彩呢。不要紧，看后摆有机会当迄个改唱转来安尼吼。哦，对。啊来了，我就开始写即个迄种迄个作者拢是甲历史有关系，台湾历史有关系。大细的啦，譬如讲像迄个林坤公的故事啦，吼，对，啊是迄个白克勒的故事啦，吼，这拢是台湾的历史的故事。对。啊，你有就是特别想要讲台南的故事无？还是拢会当？这后摆我会写。
哦，不会，因为地方咧，就是足侪人咧做嘛吼。而且嘛，足侪流行歌拢会写即种物件。是。我想我念歌的部分，我就是写较大方向的。对啊，即摆先写较大啊，先写台湾的历史。对，所以我即摆就是咧写一部台湾的历史。好，为原住民来台湾开始一直写到，即摆已经写到迄个清国时代啊。哦，编的艺术的对。我就是一个时阵，我会摕一寡事件出来写。安尼吼，其实你也准做讲后摆你要改编做剧本嘛，拢 OK。就是安尼吼，一减二过就对啦吼。对。这大概是我迄种我咧写作的一寡方向。吼，若剩的就是比如讲，有阵时人请我表演的，就是针对因的主题来创作。迄种就爱找资料，写台湾的历史故事嘛是爱找资料，所以这种拢开较一时间，爱找资料，爱读资料，爱找册，爱甲伊消化。听起来是爱有真有耐心才会使哦，因为你爱找遮侪物件。系啊，普通时毋是干那咧。咱毋是专业的，迄个敢若拢咧写作尔。对。像我迄阵搁伫文学馆咧上班嘛。就是啦。阵暗时几点钟的时间呢？对无？系啊，所以我讲写日八迄啊，迄其实日八内底我有写到台湾人做日本兵的故事，因为我阿爸是日本兵，是啊，伊是做日本兵，嘿，伊有去参加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哇哦！阿爸，我毋知你遮侪岁呢。嘿，伊即摆还伫咧，应该是差不多要100岁啊。阿公100岁，哦，咱阿公啦，阿公，但是我无把伊故事写入来进内底，迄部叫做《桂花园》，迄部足长诶，迄部我敢若唱了录音剪接了后，作品就10点钟过20分。10点钟，哇！念歌念10点钟过20分。好听起来真正诶。当然我甲分做足侪鋪啦。你毋是一直听，你一直听，可能你听到要困去啊，到尾醒起来搁咧唱，那唱遮久安尼吼。真诶，困嘛，才困8点钟。爸，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咱自顶一集到这一集啊，咱拢一直讲到一鋪歌是一鋪，对无？一鋪。这是念歌的单位数呀。对。所以咱拢是一鋪。一鋪剧本，还是一鋪歌册？一鋪作品就对啊哈。这一鋪是用伫念歌，因为像咱伫咧唱歌是通常都是一条歌。一块歌。一块歌。因为较早曲盘就是一块曲盘就敢若拢缀一条歌尔。所以听过。就叫做一块歌。所以念歌嘛是一鋪，恒春民谣嘛是一鋪。恒春民谣我是摕伊曲调来念歌。恒春民谣嘛有人咧唱长的故事。不过因即嘛无啥人咧唱啊。是。就是单搭迄台了后壁就我就足少听着因有咧用恒春民谣咧唱长的故事。因唱的故事拢较短，因嘛有咧唱故事，比如讲唱因像迄个啥物满洲迄个有一个国宝场就贵啊，伊就是唱因驶牛车去到啥物所在。毋是像迄个咱即种迄个历史故事遮长。对。迄个可能就是20%安尼。1%就一条嘛吼。对。你像我拄则讲的迄部《桂花园》，有1900%。你有几算？我会甲像我的作品顶完我会编号。现在编号就是讲，比如讲我要甲人讲的时阵，我列了第几趴。才找到呢。无你个对头算，你算到尾。728趴，迄内底有讲到，这。对，就是安尼对。哇，厉害呢！你拄则讲到讲爱有耐心嘛，是创啥？但是对这方面的人啊，你敢会当甲因提供一寡方向？因为我听起来啊，咱要写这种物件，其实嘛爱有一寡文学的底底。阮无你这种底底的时阵，这是当训练的啦。嘿，这是当训练，但是讲我拢嘛甲一寡少年朋友讲，比如讲你若是真正想要甲台语学好势，对，你一定爱去听迄个念歌，你一定爱读歌册。歌册，啊是读台湾的民间文学的物件，譬如讲报歌，嘿，就是要问这样报歌。就是讲这个物件吼，因为伊有足端调的台语的艺术伫内底。对。毋是安尼尔，你像歌册内底伊有丰富的迄种迄个台湾的文化。对。所以有人讲伊是台湾文化的宝库。有影。对。报歌、念歌安尼。报歌内底有足侪物件是足有文学技巧。对啊，而且就是报歌内底拢是用一寡暗藏伫内底，但是是男女爱情的物件，用迄种迄个暗字啦、暗笔啦，对暗笔，啊是有诶，佮有迄个翁仔某咧烧鸡有无？对，迄种做处理诶，
我无讲白咧，甲你考，毋过我其实你听就知伊是咧甲伊考。对，因为像有一年啊，台语认真考试啊，上尾一条考宝歌，伊宝歌是咧讲精进，但是伊写牛，牛有无？宝歌面拢写牛，牛是阿牛啊，结果有真侪人拢甲翻做是老母，对，迄条就攞出去啊，又去啊，迄个分数都无去啊，你知道迄个。手写我知，我有去考，你考过哦？我有写着爱情，宝歌足侪拢是咧讲爱情，对哦，但是有人讲迄是祖先的情歌啊，有影，对，就厉害。哎呦，有一集咧做迄个做宝歌，哎呦，这是咧宣传照片啊，出来啦，宣传阮姐啊，阮姐部分出来啊，啊，讲到姐啊，你毋是问题我着姐甲哥的问题。就是因两位拢伫台语这个科足优秀的，请问伫因成长的过程内底，就是你敢有啥物特别的台语教育？我拄则有讲啊，就是讲，其实我参与这个台语运动是1997年以后嘛，吼。嘿，迄阵啊，阿定咧已经读国中的啊。阿定已经国中。是。啊，所以国中的囡仔就袂啥会对爸爸妈妈。对啊。因为较种做较朋友啊，当交朋友啊，较大汉啊。对。较袂想要像细汉囡拢甲爸爸妈妈连做伙有无吼？对。伊迄阵啊，我就较少像阿佑安尼，甲伊带出入。对。啊，了后过无几冬的时阵啊，迄阵啊，敢若拄好是，其实阮伫咧厝里的时阵，阮规个拢是。讲台语，迄是种足自然的，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厝里的环境就是安尼，嘛是安尼大汉的。阮的环境拢是安尼，所以伊细汉的时阵，自然就是拢讲台语。浸伫个台语的环境内底啦。你毋免调工讲起家讲，一定要讲台语，反正就足自然的这样代志就对啊。是。嘿，我拄则讲的意思是讲，啊，定伊伫迄个自然的环境，伊就要讲台语啊。啊，阿佑嘛共款，啊，毋过咧，伊迄个阿佑较无共的是，伊细汉的时阵。我迄阵啊有一个计划，就是因为我迄阵已经咧学念歌，我咧想讲我要有一个人会当甲我伴奏的。哦，啊，一般拢是月琴配弓弦嘛。对，念歌拢是月琴配弓弦。对，啊，迄阵啊，伊敢若是我校毋知3年4年吼。是，因迄阵啊，就学校有咧成立一个叫啥物国乐队啦吼。对，嘿，啊是国乐团啦吼。伊就问讲啊要学啥吼。对，我讲你去学字哦。因迄无弓弦嘛，对，因无弓弦嘛，对。啊，我想迄字哦，甲弓弦差不多，拢是用 A 对无？对 A 弦啊嘛，啊伊就会迄，学甲足敖的哦。有因有讲，到尾伊就对音乐做有趣味的嘛。对。啊，迄阵啊，我拢会带出来啉嘛。啊，迄个我有写一寡物件。对。啊，有一届迄个倒一台。对。就是举办一个迄个囡仔的迄种迄个分家龟比赛。分家龟。嘿，就是分家龟啊。嘿。迄个伊就是啊，囡仔去啊，讲台语啊，分家龟比赛。操蛋啊！嘿，伊操蛋了对。啊，我迄阵啊，迄个我有写了一篇迄种迄个歌叫做《公园标记》嘛。对。啊，就是咧讲，袂晓讲台语，爱讲着足侪好笑的物件。对。吼，啊，佮我有写一篇叫做《阿英啊找头路》。阿英啊，真内底嘛。对。我就甲遐物件摕啊，互伊去表比赛安尼吼。对。啊，到尾啊，伊就得顶吼，得第一名咧吼。哦，佮无说是得奖啊，系啊，规家伙拢无说是得奖。无说你敢若你啊2万块款哦。啊，5万哦。无5万哇！母啊伫边仔讲是5万啊！哇！到尾啊，伊就一直带出去表演，我拢带伊去表演吼。啊，伊拢会字哦嘛，啊，伊拢念迄首公文标记。对。顶几日啊，伊个伫遐念，伊嘛已经拢深化入去到头壳内底啊。囡仔是所以你啊，甲伊叫出来，就开始念。对。嘿，佮有就是一寡迄个人请阮表演时，阮就做伙去。啊，是讲像我拄则讲的迄个，阮的迄个社团啊，迄个官网会啊，阮就咧办活动时阵。对。啊，到尾啊，阮老师嘛，拢会找我，还是找阿佑，阮做伙去表演。啊，佮有就是阿佑迄阵啊，台南有一间台语杂志叫做《海洋》。海洋文学。嘿，伊内底有足侪迄种迄个，比如讲囡仔歌啦，还是囡仔歌。啊，就迄阵啊，就找阿佑去录音。哦。哎，所以自细汉就出道啊啦。自细汉的时阵，伊就拢对我咧做台语的代志安尼。安尼爸要问一个做现实的问题，因为人讲查囝是老爸顶世人的情人，所以如果伊是查某囡仔，伊才甲伊带伫身边顾条条。啊，若迄当阵是一个后生
你感觉？应该嘛是会，应该嘛是会。我嘛是想去学弦啊。你唔去我甲你拍呢？袂啦，袂拍。哦，就是因有想要后摆会当甲我做伙配安尼。哦，所以其实无论是查甫都你拢是有计划要互伊去做这件代志。对，这有计划是这个部分啦。啊，到尾伊其实细汉时伊学足侪音乐的物件嘛。对，还是家己本身有兴趣无？对，有啊，有诶老爸硬去学袂起来。哦，对啊，到尾我会记得伊读迄个高中。对，台南女中的时阵，伊个是因就开始迄个耍迄个日音，对，佮做个日音社长，哦哟，唱乐团的啊，系啊，唱乐团啊，所以伊阵也熟悉什么迄个免费器啦，是说独立乐团啦，是安尼啦，是，所以其实无啥物特别，因为阿优伫咧阮访问迄集时阵啊，我有问伊讲。爸爸讲就是问你讲啥物一寡台语的代志会创啥，伊讲无，但是伊会记你啊，伊就是要去大学进前。你有送一本书店，啊！伊迄当阵拢无看，四档伊拢无兴趣。伊讲大概是个婆婆啊，想讲无一定爱做啥物台语教学。结果伊讲伊开始做台语文的时阵，伊甲你掀开，你内底有写一段话互伊，伊讲足感动的呢。你会记是啥物话无？系啊，爸袂记了，爸袂记了哈。我的意思是讲吼，毋管你做啥物种的工课，你拢会使考虑甲台语放伫因内底。哎呀，爸会记住呢。差不多是安尼啦。对啦，就是毋通忘记啦。家己的囡毋通袂记。对，我感觉啊，伊若无讲着你敢会艰苦？伊就是讲这台语安怎拢无讲，迄是阮爸甲我教的呢，你会艰苦。这本地就是会安尼啊，本地就是迄个是大人教囡仔，迄无啥物迄个，没啥物艰苦。够感动的啦，所以阿定拢无啊，拢连放袂记啦呢。对，你爱讲一个阿定啊，哥咧，你甲阮哥放袂记哩啊。哎呀，空拖应该有甲你问啊，恁哥有做伙出迄绘本啊。哎呀，你讲一寡哥呢？你讲一寡哥呢？我替阮哥咧比较教有一点伊教我共款的，就是讲迄个，因为因两个插足侪会嘛。对啊。啊，有细汉的时阵吼。对。嘿。歌拢甲拍，毋是啦，暗时要困来听我讲故事吼，嘿，去讲台语故事，拄开始拢找一寡迄个华语的绘本啊，你怎无啥物台语的绘本？对啊，拢找迄个华语的绘本啊，我就随翻译讲互伊听。啊，到尾啊吼，找也无啥物绘本通讲啊，到尾就摕迄个小红信讲互伊听。你嘛趣味啊！我毋知伊听有听无啦，因为足细汉的时阵嘛，但是就是该骗互困安尼嘛，系啊，毋过到尾啊，敢若这样代志伊嘛印象足深的吼。到尾就是迄种吼，敢若也无啥物物件通去讲好听，啊无来写囡仔歌互伊唱好啊。啊，阮迄阵啊拄啊迄个啥物，阮办一寡活动嘛，迄个。七股的内海啊，去迄种迄个海片迄台啊，逐个遐坐伫摆啊，啊，逐个了，我就看到一寡迄个生态，我就甲迄生态写咧囡仔歌嘛吼，比如大光线啊、海尾象啊，还是沙马啊、红树啊，这物件，啊，就开始写，因为囡仔歌拢短短啊，概念安尼，啊，迄阵啊，因学校我会记得，因诶老师知影我伫。国校有咧教台语，所以就叫我看会当会早时去甲因斗3工。迄个因班教台语就对啊。是，伊讲早起的时间。对。啊，到尾就有去教因囡仔歌啦。对，安尼就是教较适合囡仔物件。有即种台语的教育，可能就是这部分啦。啊，定的部分就是迄个。总算要讲着歌啊啦，歌莫考讲着你啊。歌有你听哦。伊即马伊毋是迄个，生查某囝了后，啊嘛毋知影要讲啥互伊听，嘛无啥物绘本啊，对啊，台语绘本足少诶呢，讲诶差不多。即几档出较侪，以前拢无嘛。嘿，啊，所以伊嘛想讲来写歌对吧？对。啊，伊诶专长就是自然生态嘛。对啊。啊，伊就讲叫我写歌词，啊，要编歌，啊，要互囡仔唱安尼。我就感觉袂歹吼。对啊，对，啊，就继续，伊分做4个部分吼，对，啥物松林啊、溪流啊，啥物对，千山啊，吼，啊，分做4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拢摕2种动物出来写，
哦，其实我做这样行过的时候，我嘛学着物件，因为迄物件有我嘛做清楚的。哦，是哦，譬如讲，迄个山鸟好啊，对，嘿，咱毋知影伊的迄个生态是咧啥物，哦，就伫迄种，因为等于本身伊是学迄个自然生物的嘛，对吼，还是迄个海洋生物的嘛，所以对这个部分较了解，伊就提供资料互我看了，我家写做囡仔歌安尼，到尾啊就，迄本册佫袂歹吼，对，销路袂歹，对啊，即个台湾动物来唱歌，对，阮即摆咧安排第2本，哇，应该明年会出来。哇，这别人知无？这敢阮先知啊，独家，咱查某囝这会使知。独家，嘿。哦，赞哦，哥你咧无甲阮讲哈，这爸甲阮讲诶，哥我食错啊哈，哥你上好是即摆有听着，紧来甲阮回息咧哦。对哦，伊个有炸车来就这部呢，内底佫有一种动物，什么？台湾乌熊。啊，台湾乌熊写做囡仔歌吼。哦，爸，你有感觉伫咧做这主的时阵，感觉讲，哎哟，阮后生嘛不哩啊厉害哦。对啊，真正，你看，哥你有听着，爸真正拢无注意你这时阵。有啦，伊较大汉啊，伊做的方向较无共款。哦，就是讲伊是做自然生态。对，我感觉伊做迄个，伊出来咧行大团，迄嘛足有意义的。对啊，而且讲台语，迄一下就爆满啊！对啊，足侪人唱的呢，无名个啊！阮佮甲伊问讲，我若就是病大出门要安怎，阮甲伊还呢？爸，你爱去听啊，迄集歌咁要起笑啊！但是我感觉足欢喜的，伊做妹啊还足欢喜。好，安尼刷落来是上重要的工商服时间，爸囝来介绍一下，若是要找你做歌，咱是要去倒找？打电话互我，打电话互你，你的电话敢还是写 email 啊？你电话敢是凊彩人拢会使知影的，你若是会使，我真着甲你的电话念出来哦，控制。我有1000人就会知影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就去用传出去啊。我甲你讲，安尼有足侪电话我封锁。因为手机内拢会写讲迄个迄是像啊，毋知像嘛。对啊，对，你用一个较普遍的啦，会使先甲你自我介绍的，当写字互你看的这啦。譬如讲，迄个我的名册啦。对，你的名册来，名册叫啥物？甲大声讲出来。名册你来找迄个罗马字嘛，定邦水啊加州。哦，水啊加州，而且这个定邦的拼音是爱用这8位字。对。听众朋友，你若是学教育部拼音的来，你来问阮答互你。阮这篇铺文面顶嘛有写，过来你有一个卖种业，甲伊介绍一个，叫做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我这念起来就有一个歌调的感觉。啊，若是想讲要问这个歌词的部分，阮来准备啥物？譬如讲，爸，伊袂讲爸。朱老师你好哈，我今日有一个活动，想要创啥，啊，我要准备啥物物件互你？你要互我知影你要创啥？哦，知影我要创啥？譬如讲，咱讲较具体好。嘿，譬如讲，咱今仔日恁有拍算要做一个节目，要宣传恁即个节目。对。嘿，要做一个，比如讲要请我念歌，对，要宣传这个节目，对，你要互我知恁这个节目咧创啥？哦，恁的主要目的是要创啥？对，是，内底有啥物？比如讲，有啥物人？恁有过经验，因为这是做节目嘛。比如讲，恁有过，恁捌访问过做当机的无？哦，啊袂。你当机有啥物趣味？因为这一般人吼。对，较无迄种生活经验嘛。嘿啊，这种可能就大家就会听。当机启动安怎？当机启动啊，就烫天顶。对，安尼。哦，类似迄种你爱互我有你要爱的物件。对，主体性啊。我针对你的物件去创作安尼。阮会录节目的时候，加足侪亲戚朋友，就是加爸爸、加妈妈、加姐姐、加哥哥。安尼就是迄个家庭的变真大，会变大家庭。对，想要问讲就是，譬如讲活动若是有医生咧，我甲你讲，我的医生是偌济，甲你参详就对。对。医生上好莫讲我弄无啥钱你敢会当请你？安尼咱像讲，你无啥钱，你就找别人啊！你讲我这要创啥？你无啥钱。你现在要无啥钱要做工课？因为咱一般咱若比如讲，咱要做项活动，咱弄一个医生嘛。你就我讲你有偌济钱要做嘛。我就甲你接嘛。若无倒咱来参详嘛。是。
嘿啊，你嘛一开始我讲啊，阮都无啥钱吼，安尼你敢会当迄个？对啊，敢会当応援一下？啊，毋过我需要食饭啊。对啊，你开时间啊！而且恁等咧听你，其实我做迄个创作，我爱开足个时间。真诶啊，听起来是足个时间，时间都是金钱啊！而且你搁请我表演对无？我要表演的时阵，迄个物件我爱练甲足熟手。对啊，而且爸是对伊的历史、对伊的物件安尼做一个迄，啊，而且伊老师你不是啊，爸你做迄歌的时阵，要么甲叫出来。爸你做歌的时阵，搁有迄词搁创啊，拢爱安尼调，嘛是开足个时间呢。现场搁爱唱的时阵，搁定一个人工做白工啦。对，我来讲，阮定定拄着讲，你做台语的，你甲我翻一个，啊无啦，阮这要创啥，你甲我翻一个啦。你讲这我以前捌有着的是，譬如我参加一寡迄个台语团体嘛，毋通讲出来低调哦。我是我的老师啊，对，哎，拢嘛是安尼客俗啦。对，就是婷芳你也来点一个，我咧想我是要点安怎？这做歹拒绝的呢，听众朋友啊，若是恁真正有想要找老师的，无我拢安那拒绝你知无？讲老师你小等者，我来举话琴。无去啊？我就无去啊。我无过琴堂桥，要安怎？好，我连工甲你翻。等者，我来变数者。对，一去不回啦。这对于种一寡做艺术的人，这其实是一种较基本的尊重啦。对，就是讲你莫卡别底了，讲啊，你来，譬如讲你做个唱歌对无？啊，来唱条阮听安尼。譬如讲你是一个已经有摸一寡猫咪名声的人。我听做有摸。我有摸啊，有猫咪名声的人对吧？你袂伫迄种凊彩场合，对啊，你会去做这个工作，对啊，就是讲咱一般人爱理解这样代志。你无这个人无理解的，你这样歹做伙啊，叫你唱一个歌啊，无声无通。嘿啊，毋是安尼。我就是靠唱歌咧专职，你搁叫我凊彩唱一下，我一工敢毋凊彩唱，以后大家想要开钱来买我的物件。大家拢凊彩唱，啊，你迄个凊彩唱的啊？对啊。无尊重，真正爱尊重专业啊，这足重要诶。对，即摆咱要来做一个尊重专业的代志，啥物你知无？现场月球甲伊月球啥？现场月球甲伊走落去啦！好，来，把紧诶啊，上厉害的时间到啊啦！大家自顶一集，等甲这一集啊。我来念歌了。叫钱啊，免着惊的，劝咱做人着端正啦，好死老皮啊，人老命的，讲到当今了，这世界啊，你了为失望啊，人为在意。想真多人着海海，死将何去生何来？水啦，无法度安可啊，因为咱迄民俗的时间到，要退房啊。若是想要听更较济，拢会当伫咧网络面顶找阮爸的歌啦。对，去现场听爸唱啦。对，而且爸佫有出一个大目睭台湾念歌作品集。哇，这要去倒位买咧？这爱甲我买。爱甲你，爱去甲你私信安尼。对，听众朋友会甲这个物件铺起哩，相片嘛搭起哩。若是有兴趣的人会当去找咱这个。你讲伫咧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内底找你讲，就知影是无？还是找我迄个我的名册啊。好，今日总算邀请到咱爸来上节目，对，一家团圆啦。对，你快了，我爸见面啊，妈今日嘛有来哦。妈要讲一句话无？不爱哈，妈歹势啦。好，安尼差不多会当收尾啊。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下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上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拜拜，拜拜。